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咁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咁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咁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個好朋友噶。嚟到丙午晚年屬馬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11位啊！咁今年亦都係你哋嘅本命年啦，我哋就叫做犯太歲啊！所謂太歲當頭啊，無災便有禍啊！提防事事多變啊，家宅運啊，甚至感情上面都比較多動盪啊！加上劍鋒凶星啦，同埋呢個伏屍同埋血印嘅凶星啦，家宅運未如理想啊！要注意自己同埋長輩嘅身體健康啊，甚至今年可能有手術血傷都未定啊，所以建議新一年嚟臨之前去購買一份家居保險以防不時之需啊。咁屬馬嘅朋友喺工作方面受到呢個歲駕吉星嘅幫助啊，打工仔受人賞識啊，表現有目共睹啊，可有突出嘅表現，甚至聲名遠播添啊。至於讀書嘅朋友受到多顆吉星嘅幫助啦，有助學習能力啦，同埋可以考取功名添啊。雖然有吉星嘅幫助但切勿掉以輕心啊，因為始終都係今年犯太歲啊，所以唔好自以為是啊，千祈唔好太固執啊，做乜嘢都好都要諗得長遠少少啊。至於財運方面得到呢個將星同金貴吉星嘅幫忙啦，財運看似不錯啊，可以多方面發展，甚至係大展拳腳添啊。但係可惜新一年都係犯太歲啊，所以財運方面較有負面嘅影響啊。小心容易跟人客意見不合啦，又或者人客失信令到你破財啊。加上受到對宮嘅災星同大號凶星嘅影響啦，生意上面暗示有大上大落嘅情況出現啊，甚至有官非纏身添啊。切勿做一啲高風險嘅投資啦，或者過分擴張自己嘅業務啊，做生意做熟客比較好少少啊，或者千祈唔好賒數俾人客安全為妙啊。如果要出外公幹或者旅遊嘅話受到對宮嘅災煞凶星影響小心有突如其來嘅驚嚇情況出現啊。如果做海外貿易嘅朋友更要小心啲啊，應該要收到匯款先出貨，咁就最安全啦。喺感情方面，屬馬嘅朋友因為今年犯太歲，亦都係關口年啊，所以拍咗拖一段時間嘅朋友不妨可以訂婚啊，或者係結婚去應驗下感情上面嘅變化。至於結咗婚一段時間嘅朋友亦都可以搞下飯局啊，或者搞下啲喜慶宴會啊，去提升一下夫妻嘅感情運嘅。至於單身嘅朋友因為今年犯太歲啊，加上冇桃花星飛入命宮啊，所以今年嘅感情運平淡似水啊，亦都未必可能有機會開花結果啊，所以今年不宜急進啊。至於健康方面，受到犯太歲啦、劍鋒凶星同埋陽刃凶星嘅影響啦，新一年容易會俾金屬物品所傷啊，甚至會有手術血傷添啊。加上天廚星飛臨命宮啊，如果有三高嘅朋友更加要小心啲添啊。建議多做運動啊，保持身體健康啊。